骗，大家的造众生变身，每个需要搞。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台关税伫今仔日公布，台湾是20%，赖总统表示这是暂时性的税率，会继续协商，有希望会当搁再降低。高雄六股汽车出了山，坎的意外第二区遗体挖出来了后，是干那正脚的骹无，刷了搜救人员会扩大找找范围。台北电影开庭，审理罢免假认书案，国民党台北市东部主委黄如锦如等等3个人拢认罪，预告律师希望判较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1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美国白宫公布台湾的对顶关税是20%，虽然讲是比进前32%要搁较减，也毋过这嘛是比日本甲韩国是较悬淡薄啊。咱的总统府是随即开记者会，向社会来说明，强调这是暂时性的税率，后手若做有达成协议，安尼是有希望会当搁再降低的。所以，咱来听罗总统详细的说明。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获致阶段性的成果，由32%调降为20%，但20%从一开始就不是台湾谈判的目标。我们希望在后续的谈判当中，争取台湾更有利、更合理的税率。那这一部分，美国政府也表达意愿跟台湾进行谈判。我们谈判的过程已经完成了技术性的磋商，但是因为最终的总结会议还没有进行，所以并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税率。这个也是暂时性关税的由来。好，来看这美台对顶关税，伫今仔日公布，咱台湾是20%。美国总统 Trump 是宣布会对美当时间8月初7开始来生效。同一份行政命令当中，这 Trump 也来公布57个国家的税率。详细情形，咱交予公司国际记者黄祖哲。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对顶关税，到底对台湾爱扣偌济？他都还是公布是伫美当时间暗时的7点外，公布这对顶关税的税率。台湾的税率是20%。根据这份行政命令，这关税税率生效的时间是美当时间的8月初7暗时12点01分。伫这时间了后，就来照新的这个税率来扣对顶关税。刚一份的这个行政命令内底，嘛是总共算起来有57个国家来互公布。伫这个亚洲的国家，其实大部分是伫20%以下。台湾含这个越南拢是20%，马来西亚、菲律宾含印尼拢是19%。日本甲南韩是15%。不过，这甲行政院正前讲的讲法是无同，因为行政院正前是讲是有可能这台美会来做伙写一份联合声明，但是伫今仔日这个行政命令，敢若有美国总统川普一个人签名尔，是并无含其他的国家来联合发布。不过未来若是台美另外讲好这新的协议，嘛是有可能这对顶关税税率会搁再变化。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白宫的报道。好，这20%关税消息一个出来，地方政府就随有反应啊。先来看这台北市长周万安呢，伊是批评赖政府失职，除了呼吁公布谈判的过程，也讲到要来停止8月23大罢免的活动。另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讲，有接到真侪企业家的电话，讲政府都要互企业来安心。也毋过，台南市长黄伟哲是认为讲，以现阶段来看，台湾并无输。
美国公布台湾适用的对顶关税税率是20%，比日本、韩国的15%较悬。外界烦恼会对台湾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冲击。台北市长周万安批评赖政府失职，除了呼吁公布谈判过程，也话停止823的大罢免。民进党政府还有赖清德总统却发动大罢免，却将心力全部放在内斗上，而没有团结一致对抗关税的冲击，这是政府的失能。所以在这边我要呼吁民进党政府以及赖清德总统停止823的大罢免。我们也必须要求政府公布相关谈判的过程。讲说是暂时性的税率，那这些暂时性的税率到底时间多久？范围多大？条件如何？能不能比15%还低？我希望赖政府要勇于面对，要跟企业一起站在一块。新北市长侯友宜嘛讲，透早就接到真侪企业电话，对20%的关税真歹接受，话政府爱提出更加具体的方法，让企业安心。婚姻馆长张立先是呼吁政府公开谈判过程，才会当做好相关的应用。整个谈判的细节内容到底是对台湾有利还是不利，还是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无论在农业、工业方面我们要如何应用，我们也知道要知道现在谈判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虽然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但目前来讲，对台湾来讲，并没有特别的这个吃亏以及受伤对台湾的国内的产业的保护来讲，也目前为止也没有看到进一步的这个农民权益的沦丧。以现阶段所揭露的讯息来讲，台湾并没有输。台南市长黄伟哲认为，台湾的关税比加拿大、墨西哥也加台湾传统产业的竞争对手，其他东南亚国家更较低。以现阶段公布的消息来看，台湾无输。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台南的兰花呢，受到风灾的霜冻，这阵又搁拄到这美国关税的冲击。其实本城这兰花伫美国市占率都有6成至7成左右。即马兰花业者是真烦恼，这销路歹，而且利润低，就连南苗单亚这出口的成本嘛真悬。希望政府会当出手协调，减轻冲击。业者伫园内看过兰花，兰花产业外销主要就是遮的材业，历经因打受到风灾考验，即阵大家拢咧整顿花行，无意外美国关税消息一出来，互因有无美兼润滑感受。主要因为咱国内的兰花真侪量拢销去美国，对本城零关税，即阵到20%的关税税率，造成兰花外销冲击真大，因嘛按算销路会变较歹。基本上讲到后面，不管是哪一方是买方承担还是卖方承担，到后面也都是消费者。也是都会出问题，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政府可以帮我们说谈到更好的关税。第一呢，咱调整咱的附加价值的模式，就是讲咱以前是做材啊，咱即摆会当利用基地这个模式来做回购，加出来的量要安怎离其他市场，会当做一寡分配。但其他市场你唔是当杀量去尔，你爱是杀。其他市场要爱的。另外，也有台湾雕嘛受到关税影响，业者讲这20%实在上过悬。即阵台湾雕基本样式成本就已经紧绷，因讲根本就无够利头，佮加上加工厂嘛无法度吸收，因希望看政府敢通过去协调，看敢袂使超到变10%以下。因为加工厂毕竟都很多是做外销调动，那如果这个加工厂它对这样的一个税率，它转移到其他国家，那我们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它如果还继续一样留在美国线的话，那可能会造就我们养殖的这一个冲击力，就是单价的问题。不论是兰花也是台湾雕，产量上济拢伫台南，而且这拢算是有性命，所以栽种、养殖、拍市场拢爱时间。另外，尤其是乌蝶兰是看水的，唔是无买袂使。这20年来拍拼，互台湾兰花比美国占6-7成的市场。安尼向的关税变化，嘛考验业者的变巧能力。业者讲会搁调整整个产业经营模式。设更加明确的大方向，互减落来的量，通妥当分配，共同度这个挑战。记者邱台南采访报道。好，这个20%的对顶关税也来冲击到农渔业的外销市场，其中培育好呢，受7成产量主要拢销去到美国。也那所有区渔会是表示讲，要是希望这关税会当搁再降低，那无是真歹教人来竞争，要开发其他的市场嘛是有伊的困难。部分渔民甚至是烦恼歹趁食。
咱国的培养好多数拢制造成鱼排，外销到美国。全国有7成的产量输往美国，以宜兰南方有台东新港甲屏东东港是主要生产地。即摆台美暂时性的关税20%，恐惊冲击培养好外销，渔民烦恼生活受到影响，希望政府协助。薪水嘛悬啦，鱼嘛贵啦，对无？当面啊嘛悬，刚咧鱼啊落价安尼，渔民当然是无再来先做，成本自然贵啊，鱼价提降价啊，对渔民都影响了些。所区议会也表示，20%的税率确实有较悬，会造成培养好的绩效，真歹甲其他低关税国家竞争，也是希望后手关税会当搁降。若无开拓其他市场，真歹真正帮助到渔民，因为美国市场鱼价较悬，也较稳定。你开拓别的市场来讲，美国的那个价格是稳定的啊，他们的价格都是比别的地方还要高。鱼业输过去影响关税冲击，都已经伫国议会召开说明会，初步规划调提供价20周转金，将伫外销甲提升渔船设备、土地乐观市场等方向协助渔民。那边其实针对于渔船的一些冷链的设备，以及一个相关的一些机具的部分，他们有研拟方案去做补助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金融机构的一些可能渔业需要的利息的部分补贴，他们也有做一些因应的措施。目前相关支持方案，农业部还未宣布。县政府表示，台美关税税率都要宣布了后，等农业部确定相关支持方案，都会宣布执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在中南部呢，雨落也未停，也毋过气象署煞提醒讲，明仔载也就是拜六开始呢，这西南风会搁再变强，这落雨范围会搁再扩大。苗栗以南拢要注意这阵雨也是大水雨的情形。预计这个雨呢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这天气才会豆豆啊变稳定。受西南风的影响，这几天中南部地区雨是落未停。气象署拜五继续针对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4个南部县市，还有台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气象署指出，拜五中部地区会落阵雨，湘北地区和山区有可能下大雨。今天虽然西南风稍微的减弱了，但是中南部还是断续下雨，尤其呢在午后的雷阵雨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在北部地区以花山区这一带的话，中午过后都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气象署提醒，拜六开始西南风会变强，落雨的范围会开始扩大，苗栗以南会落阵雨，也是下大水雨。气象署提醒，这个雨势预估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的牺牲，那整个低压带再度的比较往西北这边移动，所以说台湾附近呢会逐渐的变成以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不过5号这一天的话，大致上面在西半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另外，气象署也表示，今年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伫拜五早起形成，未来24点钟内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10号风台北陆，按算会行向日本东南海去，对台湾无直接影响。也毋过引发的西南气流增强，所以拜六中南部的雨势变大，当地乡亲爱特别注意。记者魏宗林、谢桂玲台北报道。再来看这站高雄六股汽车出了山坎的意外，今仔日早起呢，探这山区的雨有较细阵，搜救人员是继续咧找人。消防人员表示讲，昨发现的第2区的遗体，其实挖出来了后是敢若正脚的骹步尔尔，刷落会扩大找找的范围。第20线六区段81公里，这一口15个人赛车处理山坎的意外，今仔日是进入第2天的找找行动。透早天一光，搜救人员探到山区的雨较细，就马上展开找找，希望会当找到其他的失联民众。目前我们大概投入有74位进行搜救。那目前最新的进度就是第一个就是把那个脚掌把它带上来，那第二个就是还有发现有一个疑似髋关骨的残骸。搜救人员分做3组，除了针对技术民众大体所在，因为已经找到车辆往去的地点，今仔日也会进行开会，找找失联的民众。另外，干部段也加派人员甲车辆，针对第20线79公里的崩塌坑坝站角，减少溪水冲挂，稳定路基，才谈好进行疏通。预计在这边投放300颗的一个消波块，那目前的一个进度大概已经200颗的一个消波块，那我们将这个经过昨天漏夜以及早上增援的一个机具的一个增援的部分，我们希望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把这个缺口把它抢通。
公路局表示，等待79公里车抢通了后，车辆就当进入针对81公里的所在放护栏甲拍光帮装，和通往桃园的车会当伫安全的情形下恢复单线通行，方便居民出入，也加快救灾效率。记者柯家自区朝用赖维做高雄场报道。另外，这中部地区今日透早呢，这雨有较歇，也毋过灾情是继续安尼传出来。伫彰化凤凰山庄呢，受主体甲道路拢绑起，民众惊这灾情会扩大。另外，伫台中雾峰的丰国里是宣布土石流，也有大规模崩塌的红色警戒，紧急撤离30人，目前是住伫活动中心。道路像寒门前的路全部崩落山骹，彰化县凤凰乡东安村山区一户民家，因为连续落大雨，初一早起煞崩塌，连井埕嘛塌落去。祝福虽然人员平安，不过困精神，工园变款因真惊，也烦恼讲大雨领来，恐惊厝会倒。这路是直接安尼过啊，即摆路拢无去啊，放到厝骹来啊，拢无路啊。无路啊，本来是路规个崩落，遐规个。无法度，伊即摆路，你即摆雨棚砍安啦，雨棚搁落啦，落，行过来厝就落去啊。昨暗时帮因厝边仔遮大家看，刚听讲有落石的声音，到底倒位咧帮嘛唔知啊。哎，啊是下早啊，差不多5点40至6点这旁啦。规个拢崩落去。西南气流带来大雨，台中市雾峰区丰国里山区因为地势较惊，真侪道路因为土石崩塌路未通。31下晡接到龙川水保署发布土石流甲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紧急撤离山顶30户住户，住活动中心。民众讲唔捌拄到这么大的雨。没有对，因为以我这个年纪的话，我真的是还没有遇到这么夸张的。对。这第一次。以前好像都没有发生过嘛，因为这警戒值内的下雨量只要超过600，我们都要准备撤离了啦。因为怕像那个小林村的一样啊。当地里长是讲，30人当中有20人去挖亲情，10个人暂住活动中心。目前由社区提供3顿也加4顿的用具，望天气会当较早好天，警戒解除，就会当过正常生活。记者采访报道。另外，咱阁继续落南来看屏东的山区呢，即马是犹阁咧落大雨。雾台乡唯一对外的便道断去，这乡长是冒险替居民来送药啊。另外，这屏东来义甲太武之间的太义联络道路嘛是因为土石崩落，虽然讲有抢通，也毋过部分路段也是真危险的。这水利署是针对屏东几内所在来发布淹水的警戒，提醒民众都要注意积水甲土石流的情形。大量雨水一直对山顶冲落来，暗空有的已经水糊糊，雾台乡对外便道规个拢断去，完全无法度通过。当场要去送大武村民慢性病患的处方签。雾台乡长巴正义穿着黄色的雨帽，派着包仔，就直接打水行过，看起来真正足危险。屏东山区过6天的大雨，让雾台乡的居民无法度出入。山顶慢性病患者药也要食了啊！便道搁断去，乡长只好搬山过岭，想尽办法行到卫生所替居民提药啊。这个举动嘛，让族人足甘心。航管被冲坏嘛，有些人是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些人留在那边，那因为很多天都没有出来拿药，有20-30位呢。另外，来义乡甲太武乡之间的太义联络道路，同款受到土石崩落冻咧。至昨31已经暂时会使通过，不过有部分的路段搁互土石砍掉咧。烦恼来义居民通行的安全，水保署会同来义乡公所代表会参在地居民陪同下进行会勘。从丹纳斯台风一直到最近这个豪雨，让我们来义乡呢造成很多的灾损，特别是河川、野溪掏工好几处。我们目前已经报12项灾修工程。受到西南风持续的影响，屏东县原乡8乡镇已经连续停班停课4天啊。水利署早起发布淹水警戒，屏东高丘1级警戒，内埔乡、马家乡2级警戒。水利署嘛提醒民众，较低地区和道路要注意提防积水状况。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
这波西南气流，互咱台湾中南部地区呢，已经连续几日天拢落大雨啊！这森林菜叶啊类的也受到损伤。以西丽果菜市场来讲，这7月30日菜市成交量是560吨，这是比前一礼拜还阁加欠100吨左右。也毋过呢，这平均的菜价颠倒是跋到41块。市场表示讲，这就是因为这菜市品质歹，无人来买，毋才会出现这款的状况。落雨天了后，农民无用板汤时啊菜，毋过因为雨连续落几啊天，菜品质争差真大，造成最近价少有落。青柑啊，顶柑偌济，怎啊偌济？因为51，起码存42啊，涨成42，就9块了哎。水菜有稍微低一点，但是也没有到很低啊，但是瓜果类都涨价。西丽果菜市场表示，中南部连续几啊天落大水雨，各地菜市的产区传出灾损。不过因为落雨了后，叶菜类采收的品质争差真大，经销商无啥要买，或整体菜价格有较落。目前菜价1公斤平均41块。叶菜类甲这个价格扭落来，落足大的雨。啊，浸咧雨嘛，第一，伊叶菜类也能卡，它不会长得很挺直的，哦。啊，过来叶啊，有当会拍破的。土淡米都无杂晒啦。所以整个会延后。对，因为一定会延后的。西丽果菜市场讲，7月30日菜市到货量敢若剩560吨，比一礼拜前减100吨。其中叶菜类的价格有落，鸡仔类也是真贵。不过最近连续落雨，菜市的含水量悬，若阁出日菜可能会阁受损，后续敢会影响菜的价格，也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先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即马对俄乌战争已经无耐心啊！伊要求罗西亚10天以内一定爱停火，若无就会来实行严格的关税制裁等等的措施。也毋过罗西亚其实无咧甲信道，毋若是无停火，佮较宣布讲，甲乌克兰东部重要区域已经甲摕落来啊！因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呢，对拜3暗开始，佮再受到大规模的空袭，拢总是造成16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空袭了，厝体严重受损，救援人员伫规堆的装甲皮内底走找要救人。民众受到空袭的时阵，拢讲唔知影家己是安怎活落来。Я не знаю як, я просто спала. Просто и прокинулась вже на обломках внизу. 羅西亞按拜3暗開始，用超過300隻的無人機甲8粒飛彈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住地區，造成嚴重的死傷。包括幼囡仔，即屆是羅西亞入侵以來基輔第一個一次的攻擊內底，囡仔受傷上多的一屆。川普批評講，安尼有夠惡質。I think it's disgusting what they're doing. I think it's disgusting. This is Biden's war. It's not my war. But I said if I get in, I'll try and get the thing stopped. 就川普公布最後的通牒，要求羅西亞10天來停戰，無才會實施嚴格的關稅制裁等相關措施之下，羅西亞若無停戰，拜時閣宣稱講，經過16個月的戰鬥，已經解放伫巴恩的西邊的要地卡西夫阿尼。美國伫聯合國安理會表示講，羅歐一定要透過談判來達成停戰甲永久的和平。It is time to make a deal.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this must be done by August 8th.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implement additional measures to secure peace. 另外，乌克兰国会拜是嘛以331票赞成，0票反对，无异议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反贪腐法修正案。泽连斯基即时签署法案，这是自俄乌战争以来头一届伫国内几个所在引起群众示威了。国会针对这个法案做修订，恢复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公视新闻田伟林编译。美国白宫今年9月开始会伫东边来起造一座会当抵650个人的宴会厅，预计伫2029年，这川普落任之前就会当来使用。这嘛是70多年来白宫上大规模的翻修工程，拢总是爱开2亿的美金，由川普甲伊的支持者来负担。The White House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historic buildings in the world. Yet the White House is currently unable to host major functions, honoring world leaders in other countries, without having to install a large and unsightly tent approximately 100 yards away from the main building's entrance. 白宫30日宣布9月份会启动重大改造。白宫的东边厅会新起一间大间的宴会厅。结果川普登基以来，讲白宫宴会厅无够大间。
有当时就爱伫咧南边的草坡大埔旁来招待人客，别若落雨，互穿水衫来遮参加宴会的人客是会感觉真无方便。The White House State Ballroom will be a much-needed and exquisite addition of approximately 90,000 total square feet of innately designed and carefully crafted space with a seated capacity of 650 people, which i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from the 200-person seated capacity in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这是1952年以来白宫上大规模翻修的计划。按照2029年川普卸任进前会完工，白宫强调讲，这是一个伟大遗产，迈互未来宴会更加体面，符合百姓的期待。工程按算会开2亿美金，费用会由川普本人甲私人捐赠者的捐款来支付。No government tell us no. 川普是房地产开发商出身的，介意奢华的风格。7月份，伊已经甲当都型的办公室重新换过，嘛增加真侪金箔的装塔，甲小天使等等的元素，而且嘛伫南北两边的草坡啊、菜大枝的枝啊、玫瑰园嘛已经拢吐白啊，当咧做改装的工程。宴会厅伫咧起的期间，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原底伫咧当厅的办公室，嘛暂时搬离开。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国内消息继续来关心的是，进前去互年母甲酷毒死亡的这个查甫囡仔凯凯，伊的亲生老母因为去互人通缉逃亡3冬外，即马这个姓刘的亲生老母呢，昨暗伫咧台中的沙鹿互警方甲抓着来，甲送去到新北地院，嘛已经互人裁定羁押。你有关心你的小朋友吗？记者问伊拢无紧，头用三角面捂掉的，骹步正紧入去发现，这位姓刘的女子就是查甫囡仔凯凯生母，30日暗时被解送新北地院归案。姓刘的女子29岁，2021年敢若是不满伊的查甫朋友另外交新的查某朋友。就招真侪人到因租税所在，甲这个查某约到厝内关4点钟，该虐待、试毒品。被害女子表示趁机会逃走报案，凯凯生母因此被警方逮捕，予新北地检署收押。案件起诉时阵，姓刘的女子巴肚已经有凯凯5个月，申请拒保停押核准，并且伫迄年的10月裁定3万块交保。因故伊囡仔生了所无到庭弃保逃走，予法院通缉，囡仔凯凯交予外妈带。你知道小朋友受到伤害吗？姓刘的生母伫咧告案了后，承认知影家己的亲生后生凯凯遭有着不幸，因故因为被通缉，拢唔敢出面。台北市警方根据线报查出伊带伫咧新查甫朋友伫咧台中沙鹿遐，因故甲伊最近被掠即个姓林的查甫朋友讲，唔知影伊是凯凯生母，也唔知影是通缉犯。警方除了把这位姓林的查甫朋友带回调查案情，也调查这个姓刘的生母走路的这段时间，是不是也有其他人甲伊斗相共逃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桩发生在新北市新庄的行李箱的这命案呢，即马经过警方调监视器追查，昨暗11点外总算是抓到人，目前是当咧侦讯。这个命案的死者呢，是互人钱伫咧行李箱内底死亡的时间已经超过10天啊。身份上新的消息是，即马确定这个身份就是姓陈的嫌犯的老爸。这个警方呢是经过调监视器的画面才发现，讲这29岁姓陈的嫌犯呢是伫初六的时阵有拖着这卡行李箱啊伫外口咧行。警方昨暗抓到人，其实上开始呢抓到这个找到这个尸体的时阵呢，伊的指模是真看袂清楚的，用电脑去比对所有的资料，其实拢无结果。昨暗抓到这个姓陈的嫌犯了后，今仔日上用因老爸做兵时啊的这个指模的档案，头段经过比对，已经确定就是老爸本人。另外来关心的是，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呢，是涉嫌利用伊的职权来主导电子游戏场设置管理的手法，互无符合这资格的业者会当免受这个限制来开店，对非法变做是合法。即马检方是来敲找叶林团的办公室等17个所在，约谈拢总10个人。落尾这叶林团透早是以500万交保电子监控，限制出境甲出海。手提一纸文件拖开箱离开，真侪检调人员雄雄出现伫台北市议会，直接动去副议长叶林团的办公室搜索。31这波行动检调兵分几啊路，敲出17个所在，包括证人在内，甲10多个人带转去。因为老爸过身处理后事无伫议会，叶林团嘛得被告方约谈。我想希望尽快的厘清真相。
专案是检方接到通报，怀疑叶林团伫做副议长进前，疑似用即阵的机会，遭到台北市电子游戏场业管理自治条例修法，替无符合设立资格的业者来护航，会当无受到限制申请开业，对非法变作合法。伊个洪指控讲，其实伊就是电动间幕后的实际负责人。他本来就没有在营业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登记到涉案的电动间，即马铁门已经拖落来，无过对外来营业。但是事实上，早就伫咧真侪年前，立委吴国昌就捌贴鸦片来控诉讲，叶林团黑白用职权开后门，互家己非法的电动间变合法。本来是非法的限制级电子游乐场，竟然变成了合法。隐身在幕后的主角，就是现在的台北市议会的副议长叶林传先生。继几年专案有新的进展，佮和检方去年侦办的这个案件，佮去侵入追查有关系。你有行贿警察吗？去年5月，叶林团办公室的前后任主任洪指控讲，乌西警察暗砍特种行业的业者，经过复审了后请回。即马案件搁在调查，就搁烧出其他案件。检方向贪污的道理罪嫌、刑法的意图盈利报销罪嫌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即马暂时性的对顶关税20%呢，这是互产业界真烦恼，惊这出口去美国的市场会失去竞争力。上总理事长柯树朴也来警告讲，无排除会有产业刷起到别国的状况，提醒中央要持续来谈判，争取到更较好的税率。因为今仔日早起呢，这台股开盘就已经拔超过300点，盘中哪像有国家队来护盘，才渐渐转好。美国对顶关税8月7日全数公布，台湾关税公布是20%，关税海中头一个受应用产业，包括直接出口到美国的工具机、机械、汽车零组件，利润少国家上高关税，多数是中小企业，恐惊会失去竞争力。只能说它是60分，但是要补考。原来这个，包括赖总统、包括行政院都讲，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关税。那希望在将来未来的谈判里面能够再调降。那也表示他对20%是不满意的，也不见得完全是景气寒冬啦。台湾人很厉害啦，他只要有一个规范，他自己会去找出路啦。只不过是不是全部都跟流台湾，这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了。工商业界真烦恼，美国出口产业顶台国家，日本、南韩税率是15%，台湾税率加出5%，台厂出口商品竞争力减少。另外，台商外海布局国家，包括中国税率30%，越南20%，泰国19%，拢关过15%，恐惊促使厂商思考海外新布局。台湾20%的税率到底是安怎定的？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无达成协议，佮甲美国存在真大的贸易逆差，恐惊税率拢袂伤低。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反而是整个的关税税率，还有未来的这种付出的代价啦、承诺等，是由美方在决定。如果说我们要追求15% 关税的话，那可能就是要对照日韩。关税状况也引起市场惊吓。7日台股开盘23318点，波捌超过300点，也毋过盘中亲像国家队进场复盘，波势收缩，暂时无继续扩大。我们一向都还在护盘当中啊，没有什么加不加紧的问题，我们会密切关注嘛，看市场的反应状况，我们会妥善的处理。根据中研院7月份分析，那台票对美金汇率维持伫29块，对顶关税落伫15至20%，今年 GDP 成长大约2.93%，可能无保三，也毋过对顶关税一直到8月7日才正式实施，外界毋茫有转变的机会，减少冲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公布这台湾的对顶关税是20%，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讲，其实这关税20%，佮加上汇损12%，安尼产业界的负担要是有32%遐尔济。因那民众党的吴国昌呢，伊是来批评政府是误想谈判。另外，民进党团吴思瑶强调讲，政府会持续来争取佮较好的税率。台美关税谈判结果公布，美国宣布台湾对顶关税是20%，比南方主要的竞争出口国日本甲南韩较悬，引起国内关心。傅英龙表示是暂时性的关税，不过在也无认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切伊讲是严重的失败，关税20%，国家汇损的12%，对产业带来32%的重大成本负担。整个产业的负担其实还是32%，所以对企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接下来还在谈判的这些重大投资跟重大的采购啊，一定要符合我们长期性战略的需求。如果只是片面的去黑箱
谈出一个结论，就要全体人民买单啊！这是独裁政府的表现啊！台湾有多少产业，毛利率有超过30%的？不过，从批评赖政府双输办甲这欢喜，无坚守国家利益，全面失败，像是台积电去美国，安尼就输国家谈判的战略条件，乌箱作业甲国人暗砍，唔知影政府付出倒一寡代价，要求行政院倒英台，爱提出完整冲击评估，国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要求政府应该普发现金，扩大来输。要12兆台币，这是中华民国在台湾76年来最大对外的投资，也没有一个政府曾经通过这么庞大的投资，所以这一定要经过立法院大家来审议，集思广益。现在就来奏言断定说，日韩就是比台湾好，我觉得这样子的解读在整个讯息的理解上是有落差。选手在场上，我们就一起当支持台湾的啦啦队。吴思瑶讲，台美谈判还未结束，台湾持续争取更较好的关系，呼吁在野爱做伙甲因加油。那边是讲，按照条约缔结法，台美关系缔约爱经过立法院同意，国会代表台湾民意，会当做政府后续谈判的靠山。呼吁赶紧召开国事会议，条约共同面对严重的经济挑战。记者采访报道。国建署署长的交接典礼今仔日来举行，台湾具婚联盟呢是专工去甲抗议，不满前署长吴兆军是有条件来开放着加离婚，要求新署长新证婚就爱撤销这项政策。原来国建署是回应讲，其实这审查的过程拢是依法来进行，政策方向袂因为人事的变动而来改变。拜个卫福部国建署新署长就任，国建署内底有举办交接仪式，但是国建署外口由家长、老师和拒绝婚姻团体组成台湾拒婚联盟。在国建署头前抗议，不满前国建署署长吴兆军任内有条件通过美国、日本2间加离婚首相14项产品，未来会合法伫咧台湾就市。呼吁新就任的署长新证婚赶紧撤销加美加离婚，卖互错误的政策延续落去。我们身为教师，第一个就想到我们的学生。我刚才在上网，我发觉到就可以在网络上是购买这些加热烟的载具。我们政府有办法去管吗？另外，拒婚团体嘛进一步诉求，针对加味加离婚的口味问题。目前政府虽然预告禁止27种口味，不过婚商伫台湾申请的口味就超过1200种。国建署干来限制27种根本就无够。民团呼吁政府应该爱马上公告，除了薰草原味以外，全面禁止所有的加味混品。10个里头有9个，他第一次接触就是加味烟品，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所以他要求各国政府建议各国政府要赶快立刻马上禁止加味烟品。它就是依法行政，不是依人行政。好，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哈，所有的政策是对民众有利的政策，那国民健康署都会履行这些法治的作为。对此，国建署是回应，一切拢是照合法的程序来行，并无违反相关的规定。虽然署长交接政策也是照规定推动，未来严格审查2间加离婚的厂商，若是有违规的行为，因会马上撤销资格，保障个人的健康。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根据这农业部的统计，全台湾有约16万只的流浪猫仔甲狗仔，若是无法度得到较好的照顾，甚至呢，这猫仔甲狗仔呢，甚至会定定去攻击到野生动物。即卖为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动保团体甲野生动物保护团体是来举办巡回展览，鼓励民众来领养，为生态的保育来做出贡献。影片当中，通看到流浪狗准备攻击按公鸟。台湾流浪鸟狗的问题，常常致使野生动物受到严重的伤害。为着要让民众了解野生动物保育甲流浪鸟狗的冲突，动保团体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希望让民众知影，其实领养流浪鸟狗，也通让台湾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变较好。对于一般民众，其实是分不清楚动物保护跟野生动物保育，可能也没有想过，原来动物还有分原生种动物、外来种动物，需要不同的照顾跟对待方式。善良必须要搭配知识，这样我们对于动物才能够真正的去发挥很好的帮助。
动保团体指出，侪民众凊彩放杀狗仔、猫仔，互因伫野外乌白走，若对台湾原生野生动物造成威胁，嘛对原生物种造成严重的影响。希望用实际的行动，让大众关心生态议题。尤其是犬猫这一类的动物，到山林里面去之后，其实它们的生态习性跟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些互动，可能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干扰。那因此呢，我们极力的希望我们的民众在犬只的这个部分能够做好相对的一个管理。那流浪犬猫呢，除了攻击以外，其实有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可能也要注意。台湾一直都是狂犬病的这个疫区之一。那流浪犬猫跟野生动物之间疾病的互相传染，其实也是我们应该留意的。巡回展览自8月初1开始，伫咧主妇联名新德站展出，一直到8月底为止，希望让民众知影流浪动物的问题，那是动物福利的议题，更加是生态保育的关键。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7月2日，这大罢免结束了后，台北地院今仔日是头一届开庭来审理罢免立行立委的假联署案。今日早起是来提审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书记长曹文庆，也有总干事姚富文3个人拢有认罪，而且声称拒保听押。有被告的律师是主张讲，这牵涉到各自法等等的案件，专案也无造成损害，所以希望会当判较轻的。行出警备车准备出庭，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锦如牵涉罢相互的不实联署，伫7日了罢免案全部失败了，台北地院催伊开庭，请伊出庭审理。伫法院，伊即届是全部认罪。伊的律师阁讲，黄如锦如对着犯罪事实甲罪名拢无证据，无申请调查证据，搁在伊已经做下身体状况歹，申请拒保定押。毋过检方主张讲，公案被告赖以任，监管无承认犯罪，羁押原因也搁存在。投票结果是投票结果，就案情本身该怎么裁处，符合比例原则，符合一定的一些侦办的逻辑，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尊重法律最后的裁判。我们希望黄如锦如主委能够尽快的出来。共款方提前出庭的，也有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书记长曹文庆，甲总干事姚富文，因嘛拢全部认罪，要求停止羁押。律师嘛主张讲，这种案件依照大部分拢是处罚金，也是缓刑。而且专案联署的相关文件嘛无造成损害，建议判轻刑。黄如锦如今天要开庭了，这个部分的话，希望一切顺利。关于这摆开庭，并无当场做裁定，接续下晡嘛会调公案的被告，罢免5事也会调一名赖以任，甲国民党台北市第4区党部执行长陈家芬等人调回准备庭事庭继续审理专案。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甲台北市启明学校的家长来指控上任的新校长有虐待囡仔的前科，而且伫咧选校长的时阵，另外3位候选人竟然互人来口劝放弃，即期这新任的校长敢有责任？无法口号，甲人举票语，几个台北市启明学校的家长，伫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的协助之下举行记者会，这家长讲新的校长李玉欣有3大证据。一个疑问。这样一位曾经知情虐童事件而延误通报，并且已经确实遭到裁罚的主管，他真的你要放他？你真的要让他再回来当我们的校长吗？家长讲，这个校长真侪年前做教务主任的时阵，暗砍虐待囡仔的事件去互裁罚。遴选的时阵，这个证据并无去互公开或者是检验。原底遴选有4个候选人，另外3位伫咧初期互口劝莫参加或者是主动退出。通过遴选了后，这个姓李的校长甲学校的工课接起来，大幅度改变本地的安排，做出违背囡仔最佳利益的决策。他就把音乐班的专业老师调往行政体位组，7名音乐班的孩子未来的学校发展，或者是考街头艺人，甚至是需要一些老师非常专业的指导与帮忙。台北市教育局回应讲，遮侪年前虐待囡仔案件，参选人毋是加害者，嘛毋是负责通报的人，无通报的义务，是因为学校内底通报的流程无够周知，主管机关依法裁罚相关的人员。因若遴选的资格甲背景等等，遴选委员会充分审查甲讨论，以事件甲法定的庭事投票决定。
遐那候选人洪可可卖参加的代志，并无其他具体的事情。针对家长对学校以行政轮替甲教师的配置有无共款的意见，而且学校去直接甲沟通，以免影响校园的运作甲学生的学习。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山区这大雨是落袂停，来看集探水里呢，台16线真侪所在拢有崩塌，这路是袂通。因若德山受地龙甲西湖拢总15个人上山，也毋过煞因为大水雨掉伫山顶，嘛因为这水是真错漏，所以暂时是用锁啊送物资入去，了后才去想办法甲人救出来。另外，伫个苗栗大湖的苗61线7.2公里的所在，嘛是同款发生土石崩塌的情形。民众开车为南投直接往水里的方向行驶，发现路拢去互通梅沟仔砍去。台16号线土石流都崩了。土石甲树蛙顶伫路的山边，还有通梅沟仔流落来。31暗时，南投山区大雨一直落，直接往来水里的台16线，向山坪大规模崩塌。地势双向4线道全部无法度通过，警方封锁道路。干部单嘛赶紧出动大型机具107通车。我们有替代道路就是台54线，从那边先有一些上班族，就从台54线那边进来学习上班。那公路段的部分预定今天11点抢通。伫南投德山，原来传出有15个地龙甲捡地师傅，因为溪水量悬，煞掉伫大湾山区。错漏的水一直冲落来，搁加查水坝的关节差形成水墙，根本无度行过对岸。这15个掉伫内底的地龙甲捡地师傅，30透早6点就上山工作，本来一定当日落山补给，无想到山无法度出来。目前哦，迄路袂畅通，无电啦，所以我也无买偌济物件入去。旧图54线30K 啊，26K。因就入去捡地啊，就袂当出来啊，就无法度啊。公所原人准备救援物资，不过考虑水也真错漏，救援人员考虑安全，唔敢冒险过河，先用拍锁啊枪甲锁啊来送物资，暂时解决长量的问题。天后气候稳准，就会救援。另外，伫苗栗大湖苗61线7.2公里的所在，原来有石头崩落来，好甲载无人员受伤。公所原来派大型工具机伫个抢通。记者采访报道。7月30日，这规暝上大雨造成南投市这边有甲混班停车场淹水，有10多台车拢已经浸水去啊。另外，附近的这东山路嘛是同款淹去，嘛因为这地势是有较低，也搁伫个包路溪边，所以南投县长柯淑华今仔日早起呢是甲经济部水利署民意代表等等去甲会勘来讨论解决淹水的办法。南投市马路溪边的甲混班停车场，7月30早起淹水淹450公分，迄时大约有10几台车浸水。拜5早起，南投县长柯淑华到现场会勘，收集地方的意见。县长表示，希望未来会当伫遮起一个抽水站甲地方池。我们要做固定的抽水站，然后包括呢这个滞洪池的相对的面积，以及在整个市中心在周边乡亲均公里的排水系统，我们都会把这个计划纳进去。经济部水利署副署长陈建成表示，精简计划内底，中央政府明年就会来设这项工程。不过未来若有做抽水站，就唔免搁做地方池，做蓄水池就会使。明年以后的计划，那明年计划有下来，我们就来补助地方来做这一个的规划。甲混班停车场，唔那伫即届淹水尔，去年嘛捌因为洪台淹水，共款造成未足停伫遮车辆浸水。政府强调，甲混班遮目前有1台固定式抽水机，甲2台移动式的抽水机，会放遮台面，放到后礼拜1。预防这2天是南风够增强，落雨露出灾情。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落大雨，或者台东所举办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嘛是同款受灾。7月初5开幕到当年27天的活动是隆重取消12天，互尤其是真失望。业者估计讲，今年所赚的是平英过减3成，建议县政府或者活动时间搁延后1礼拜来减少损失。台东县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7月初5开幕了后，安排5场夜间光雕秀，结果取消3场，昨真不简单要举办第2场，搁落去落雨，无热气球也看袂到无人机表演，现场来了6000多名游客，这当伫雨中欣赏歌舞表演。
官府表示，今年虽然有哆啦 A 梦的名称的气球，也毋过连续风台甲西南气流带来的大雨甲雷公死呐，在安全的考量之下，这气球有12支无法顺利点球，取消表演。难得的回忆，头发都乱。我们总共取消了17个场次，共影响了12天。那所有的活动呢，我们许多的热气球光吊活动都改到了今年下半，就是8月份开始继续举办。台南县规年冬天的观光，都靠热气球带来人潮，也毋过雨一直落，若是看袂到热气球，连带各地景点人潮也降。游客拢取消行程，可能是热气球活动开办以来上惨淡的一年。旅行社业者略算，今年许多的营业额可能会比往年落3成左右。就像7月6号，我们一天就取消8个团体，那后面的部分里面来讲，这持续的部分都在取消。即卖已经进入8月的休热尾啊，热气球嘉年华会也只举办到8月底。旅行社业者建议县政府会当搁予活动延1礼拜，减少损失。官府表示，因为甲哆啦 A 梦厂商已经订好顶演时定合约，官府会搁甲业者协商，敢会当搁延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但那是洪台甲这回7月2日大水雨是造成家己关真济所在停水又搁失电，真济厝内嘛受到损害。即马为着要来协助中建，县政府是来设一个洪台捐款的这个专户，到今已经收到500笔以上的捐款，大概是3200万。这月在伫家己县布地订立的丹那市洪台，毋但造成停电停水，对真侪乡镇的产业甲建筑带来严重的损害。7月2日大雨，阁是互真侪所在来饮水，为着要减轻灾民的负担，家己县政府专工开设洪台捐款的专户，要来协助灾民的中建。累计到现在，感谢有500多位的一个善心人士，那捐款是3200万左右哈，但是还期待各界的一个协助。那我们在昨天有召开了委员会哈，那审议了相关的一个用途。家己县成立天然灾害捐款专户管理甲监督委员会，伫会议中决议，除了增加民众车辆帮厝损害的补助，中介收入后，阁有帮厝损害的慰问金。另外，清理饮水、土石流的部分，嘛会当提出申请，拢会当向当地乡镇公所来了解。那善款的一个补助申请的话，都是到各乡镇公所。那相关的一个补助项目跟补助规定的话，那我们都用一站式的方式哈，公告在县府的网站哈。那也可以到各乡镇公所到的公所去申请相关的补助。丹那市洪台捐款的户名是家己县社会局天然灾害救济专户，捐款的户头甲捐款的方式，嘛有公布伫县政府甲社会局的网站顶面。家己县社会局表示，希望透过各界的身心，协助家己的灾民渡过难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了培养这囡仔人有基本的野外求生的能力，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园区来举办台语童军营的活动。教学生囡仔到底是安怎伫户外来找方位，锁啊到底安怎拍甲，也若受伤的时阵是要安怎处理等等，用台语来教办行台。囡仔人认真咧拍角，有人是咧学安怎打天道，嘛有人咧做古早时代的弹石仔机。关怀文教基金会伫休来时举办台语童军营活动，教学生基本的野外求生能力。阮今仔做的迄是罗马炮，这是以前罗马迄边的人迄工程的那个一个武器。若是阮伫外口就是可能无早物件去看附近有啥物会使用到的物件，咱就会使用你伫这童军学到的知识，伫野外拄到问题就会使解决安尼。关怀基金会表示，111学年度开始，本土语言纳入中小学的必修课。因过去办营队拢是受国校以下学生，今年特别设计台语童军课，开放中学的学生参加，希望为学校延续到生活当中，营造学生多元的台语学习环境，会当来探讨无共领域的台语讲法。即马学校嘛已经开始伫中学原来有要求啊，所以接续，阮希望佫可以会当伫实际的即个运作的中间来用安尼，我感觉这是阮真期待。这个是一个童军的营队，不过因为进前较无这种童军的主题，使
就是互人讨论，会当加办一寡主题营队，就会使有更较一个讨论嘛，会使互大家的思虑更较完整安尼。这届东军营安排3天的活动，有学拍角、安怎伫户外找方位，佮有处理空隙等等。基金会表示，透过活动要互少年辈学到野外生存的基本知识，嘛实现用台语来学万项台。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提醒大家，目前这全台湾18个县市呢是来发布大雨特报，所以要出门就要会记得早雨抹也是雨伞。也拿下晡半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南部地区27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那外岛地区28度到32度。那个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你即马收看的是公司台语台。我予你3天的时间，你上无传你5万块等我。你去甲迄个说伊仔讲啦，我要甲咱阿梁转去台北。你讲什么笑话？我看吼，你根本就无那心要救咱。